大家好，我哋係 Matrix。嚟緊嘅9月16號同19號就係 Sports Day 啦，而今次嘅 Sports Day 將會喺小西灣運動場舉辦。今次就等我嚟帶大家去啦。同學可以乘搭以上嘅巴士或者小巴，並喺小西灣慢慢半島落車。同學落車後可以往藍灣商場方向行。入到商場後就一直向左邊方向行，直到行到有 Starbucks 嘅大門口，就可以喺呢度出去啦。而出去之後就轉右並往右邊天橋方向一直行，直到行到呢個有欄杆嘅路口，就可以轉右行，行到盡頭。行到盡頭嘅大門口就可以轉右行入去，並揾到 Prefect 點名啦。最後 Matrix 喺度祝各位運動健兒 Sports Day 加油！